Hello， 大家好，我係無名小卒。我今次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呢，就係武肺救星。首先我戴定頭盔先，本人曾經係教過生物學嘅中學老師，我嘅知識最多係叫做大學第一年嘅生物學，又冇任何醫學界或者醫學經驗，所以亦都係人如其名，無名小卒一名。但係喺西方國家有好多前線醫生同埋博士都有提到呢隻藥，同時間被主流媒體會禁聲，而我見到喺香港嘅醫學界提都冇提過，所以我今日講嘅全部都會引用醫生或者其他博士研究員嘅結果，希望喺大家討論緊打唔打疫苗嗰陣時，可以有多一種思考方式嚟去面對呢個疫情。今日同大家介紹嘅藥呢，叫做伊維菌素 Ivermectin。呢條片係唔會喺 YouTube 上載嘅，淨係喺 Rumble 嗰度上載。原因係有其他頻道俾 YouTube 打壓，刪除咗佢哋講關於 Ivermectin。不過我諗住之後我自己整嘅片都會喺 Rumble 度出， YouTube 會有 post 提醒大家出咗。咁樣今日我主要就會用 Ivermectin 呢個名嘅，因為我覺得佢個中文名好甩咳。根據維基百科呢隻藥係有效抗多種寄生蟲嘅醫療藥物，適用於治療頭虱、疥蟎引起嘅疥瘡、盤尾絲蟲症即係河盲症、線蟲感染、班氏絲蟲感染導致嘅橡皮病等等，總之一大紮聽都未聽過嘅病咯。常見嘅副作用包括眼睛紅癢、皮膚乾燥同埋灼燒感。目前仲係唔清楚孕期使用係咪安全，但係喺哺乳期使用似乎尚可。Ivermectin 係發現於1975年，初期係獸醫用嘅藥品，後嚟喺1981年列入為人類適合用嘅藥品。佢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基本藥品標準清單嘅其中之一，係基層健康衛生系統入邊非常重要嘅藥品。Ivermectin 呢種高效低毒嘅藥品係由日本北里大學有機化學家大川治同埋默克藥廠默克治療研究所嘅 William Campbell 喺亞維菌素提煉出嚟，並於1981年被引入治療。2015年度嘅諾貝爾生理學或者醫學獎嘅一半聯合授予 Campbell 同埋大川，理由係因為呢種衍生物從根本上降低咗河盲症同淋巴絲蟲病即係橡皮病嘅發病率，以及有效對抗快速增加入邊其他寄生蟲病。呢隻藥物贏得一個稱號叫做 Wonder Drug， 即係奇妙藥物。我自己第一次聽到 Ivermectin 係由澳洲嘅蒙納士大學 Monash University 喺呢度嚟自 Daily Mail 2020年4月4號嘅新聞，講到科學家發現咗一隻可以醫頭虱嘅藥物，喺2日內殺死武肺。科學家會喺1個月後進入人類測試，之後佢喺6月出咗 paper 講翻差唔多嘅結論。跟住澳洲嘅 The Age 喺11月報道，儘管冇確實嘅證據，澳洲嘅武肺治療法征服世界。報道講到 Ivermectin 有效嘅研究最尾都逐漸收翻，原因話係因為有啲未預備好做 peer review， 即係同行審批，有啲就話醫院記錄唔一致，所以要收回佢哋嘅研究。Dr. Wagstaff 即係上一頁嗰個女人，佢嘅合著者 Professor Derek Jens， 佢話到現有嘅數據講到 Ivermectin 仲好過現有批准咗嘅武肺藥物 Remdesivir。佢覺得佢 Ivermectin 嘅研究受到批評係因為大製藥公司好憎廉價嘅藥物可能有用嘅想法。Dr. Wagstaff 話：我哋仲未做好大型做得好好嘅隨機對照試驗，俾到我哋有一個結論性嘅結果，但係有好多證據係指緊去嗰個方向。大型即係好多測試者，隨機對照試驗即係病人要喺一個差唔多嘅情況，要隨機有啲人食咗藥，有啲人冇食藥，咁先證實到隻藥係有效。澳洲武肺臨床證據特別工作組表示，該藥物唔應該喺臨床試驗以外使用，因為佢嘅益處仲係唔清楚，直到依家都未推翻呢個結論。Dr. Wagstaff 支持澳洲當局繼續等候有力嘅證據。佢繼續話：我全力支持科學，科學係好重要啊！我哋冇一個好確切嘅答案，佢 work 唔 work？ 不過我睇唔到有咩好嘅證據話佢唔 work 咯。有啲醫生認為佢哋揾到一種又平又非專利嘅藥嚟醫武肺，點解冇人聽過嘅？翻到去費城 ，Alexis Lieberman 處於機智盡頭，佢認知到未經批准嘅大規模注射土著群體唔理想，但係按照佢嘅睇法，進行全面研究會將呢個問題一勞永逸。明明咁有希望，佢就係唔明白點解 FDA 或者其他大型研究機構唔出錢去資助 Ivermectin 嘅測試啦。Lieberman 繼續話，
事實係求其一個國家可以用3個禮拜之內完成關於 Ivermectin 可唔可以醫治冇肺疾病嘅研究，但係冇人去做咯，係好值得去進行一個大型、快速、精心設計、資金雄厚嘅研究，而我認為政府應該出錢咯。Alexis Lieberman 係一個有20年經驗嘅兒科醫生，呢一個係喺美國佛羅里達州2020年6月嘅研究。Ivermectin 嘅使用同降低冇肺住院患者嘅死亡率。呢個研究有280個病人，173個有 Ivermectin 治療，107個有例牌嘅治療，有27個冇計入去，因為多次出入院，入院時未確診，18歲以下、懷孕嘅或者監禁嘅。單因素分析顯示 Ivermectin 嘅死亡率較低，有食藥嘅得 15%， 冇食藥嘅有 25%。P-value 低過 0.05 就代表呢個結果係可靠嘅，喺呢度就有 0.03。75名有嚴重肺部疾病嘅患者死亡率都較低，有食藥嘅 38%， 冇食藥嘅 80%。喺呢度嘅 P-value 係 0.001， 係超級可靠呢個結果。但係拔管成功率冇明顯嘅差異，結果調翻轉係 36% 有食藥， 15% 冇食藥。P-value 高過 0.05， 所以唔可以鑑定呢個係一個可靠嘅結果。調整完組別差異同埋死亡風險，喺整體嚟講，有食藥嘅死亡率係明顯地有差異。P-value 0.03， 呢個證明咗有嚴重肺部疾病嘅患者食咗 Ivermectin 都有明顯嘅分別。但係呢個唔係隨機對照試驗，亦都冇同行評審。跟住喺孟加拉嘅達卡醫學院，佢哋做咗比較巨型啲嘅研究，有400人參加，係一個隨機對照試驗，雙盲研究，即係代表研究者同參與者都唔知邊個有真嘅藥，邊個有假嘅藥。今次嘅藥有 Ivermectin 6mg 同埋 Doxycycline 100mg。Doxycycline 係其中一種抗生素。我唯一挑戰呢個研究係佢冇同行評審。跟住個結果就係喺每一個階段，呢兩隻藥加埋出係明顯地有效。通常我哋話個 P-value 細過 0.05 呢，就係 significant， 即係我哋測試緊嘅嘢係可靠。無論喺早期臨床改善 60% 比 44%， 晚期臨床改善 23% 比 37%， 臨床惡化 8% 比 17%， 仲有持續陽性 PCR， 即係成日都測試到係陽性 7% 比 20%。 有食藥就有2個不良事件，冇食藥就有3個死咗。呢個係一個墨西哥嘅研究，雖然測試人數比較少，得28人，只係一個初期概念驗證研究，但係研究結果有 100% 回復率。佢係有3樣嘢合併嘅治療。首先有 Ivermectin 啦、Azithromycin 同埋 Cholecalciferol， 即係維他命 D 嘅另一個名。Azithromycin 其實係另一種抗生素，可以揾 Oxycycline 嚟去取替。我哋就睇下佢嘅研究結果咯。呢個概念驗證研究係實行喺墨西哥嘅冇肺確診病患者，合資格嘅病患者會食 6mg 嘅 Ivermectin， 每日1次喺0、1、7、8日食，加上 500mg 嘅 Azithromycin， 每日食頭4日，加上 Cholecalciferol 4000 UI， 每日2次30日。治療結果係由食藥嘅第1日開始計第10日去評估。28個病人嘅回復率係100%，平均有病徵嘅回復時期係 3.6 日，喺第10日全部陰性 PCR。肺炎病患者嘅影像學表現喺第10日有所改善。3個病患者有短暫同輕微程度嘅不良反應，例如肚瀉同埋噁心。呢項研究發現聯合治療可以減輕疾病嘅進展，而且唔會產生明顯嘅不良影響。Ivermectin 嘅4聯治療法可以有效治療冇肺。Dr. Manny Kappa 係一個喺澳洲墨爾本心臟專科麻醉師，佢用嗰4隻藥就係 Ivermectin、Doxycycline 即係抗生素、Zinc 同埋 Vitamin D3， 呢啲都係平時喺藥房買到嘅 supplement， 全部都係超平嘅藥嚟㗎。引用翻一個未正式發佈嘅研究結果，喺冇肺嘅主要接觸者使用3劑 Ivermectin 嘅隨機對照試驗，佢話到接受咗 Ivermectin 嘅主要接觸者入邊有 93% 冇出現任何病徵，而冇接受到 Ivermectin 嘅主要接觸者入邊有 58% 確實出現咗病徵。呢個係2020年9月嘅報導，但係到呢一刻都未公開數據。
呢一個係一個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使用咗 Ivermectin 同埋 Doxycycline 去醫療伊拉克巴格達嘅冇肺病患者。實驗有70個病人。我哋首先睇下回復時間，平均有食藥嘅 10.6 日回復，冇食藥嘅 17.9 日回復。P-value 超級細0.001。輕度病徵有食藥嘅 6.34 日冇食藥嘅 13.66 日嚴重嗰啲20日同24日比，呢個 P-value 唔夠低。我哋睇到危急嘅個個都有食藥，你睇到下邊講到11個有2個死咗，相信呢個係個研究太少人咯。如果多啲人可能有明顯嘅分別。呢個研究睇到都唔信使用 topical Ivermectin 同埋 iota carrageenan 對衛生人員預防冇肺嘅功用同埋安全性，一共有1195名醫護人員喺阿根廷嘅4間主要醫院招聘咗嚟做研究，有788個參與者接受咗 Iverca 同埋 PPEs， 即係個人防護裝備，仲有剩翻嘅407個淨係得 PPE。做咗3個月研究，有食藥嘅788個冇一個中招，407個有237個，即係58%中招。下邊有講到 Carrageenan 唔一定係預防最重要嘅根源，佢哋試過淨係用 Ivermectin 都有差唔多嘅結果。下一個係一個 peer review 嘅 journal article， 即係一個同行評審過嘅研究，喺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 嗰度登咗。個標題係以 Ivermectin 嚟做接觸到冇肺之前嘅預防，提供俾喺卡達選定嘅3級醫院入邊嘅醫護人員。參與者有118個醫護人員，分開咗實驗組同對照組。實驗組每個月服用12 mg 嘅 Ivermectin， 連續4個月，兩組人同時間都接觸到冇肺陽性嘅病人。最尾都會用 PCR 嚟去測試，最尾冇食藥嘅對照組60個之中有44個中招，有食藥嘅試驗組58個之中得4個中招， P-value 係低過 0.05， 所以呢個研究結果嘅可靠性好高。之後嚟緊我就要介紹呢班人咯，佢哋組織嘅名叫做 Frontline COVID-19 Critical Care Alliance FLCCC Alliance。 呢個組織喺2020年3月開始，佢哋全部都係前線醫生，仲有臨床研究專家，佢哋全部人加埋嘅 peer review papers 係有2000個多，絕對喺研究界係好出名嘅人物。佢哋嘅主要目的就係研究點樣去治療武漢肺炎，去阻止武漢肺炎嘅傳播，而最後減低死亡率。其中一位叫做 Dr. Pierre Curie， 即係上面嗰行左到右第4個，佢走咗上去美國參議院嗰度解釋，佢已經有足夠證據去證明 Ivermectin 係有效。佢指控政府淨係去資助去研究嗰啲貴嘅藥，同埋研究疫苗，完全忽視咗我哋現有嘅藥。佢叫呢隻藥叫做神仙藥咁滯。如果你食咗呢隻藥，你係唔會病添。以下落嚟嘅報告都係嚟自佢嘅影片。呢隻藥唔單止可以救到命，仲可以適合嚟做預防。我哋有3個大型隨機對照試驗證明預防係有效，參與者超過1000。頭一個係喺埃及做測試，超過300個參與者，佢哋揾咗啲病人嘅家屬嚟去做測試，而且叫咗200個有多嘅家屬嚟去食 Ivermectin， 其他嗰100個就冇叫佢哋食 Ivermectin。 你睇到呢個圖，有食到 Ivermectin 得 7% 係中招，而冇食到 Ivermectin 有大約60%到。你睇到 Ivermectin 差唔多保護晒佢哋啲家屬。要注意到其實有啲家屬已經接觸到冇肺噶啦。喺 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其中一啲嘅醫護人員開始食 Ivermectin 嚟去預防，其中食咗 Ivermectin 得16%係有病到，而冇食到 Ivermectin 嘅同工有60%人中招。又係另一個隨機對照試驗咯，又係另一個喺埃及做嘅實驗，啲家屬同醫護人員用咗 Ivermectin 嚟去預防冇肺，有食到嘅得 2% 中招，冇食到嘅有 10% 中招。最犀利嘅就係呢個研究係阿根廷嘅隨機對照試驗，佢哋叫咗一班冇接觸過冇肺嘅健康平民嚟去食 Ivermectin， 1個月之後冇一個中招，冇食到 Ivermectin 嗰個有 11% 中咗招。呢個係一個超有效嘅預防，呢個係法國出嚟嘅研究，而且係超級重要。我哋知道冇肺對老人院係影響得最大噶，好多喺老人院入邊嘅人過咗身。喺實驗入邊，其中一間老人院爆發咗 scabies， 即係疥瘡，係一種會傳染嘅皮膚病。有食到 Ivermectin 嘅得1個中招，冇食到 Ivermectin 有22個中招。呢個病越老越容易死噶。
我哋知道點樣去保護最老最懦弱嘅一群，呢個淨係講緊預防嘅數據嘅咋。喺呢個網站 IVM Meta 收集咗26個報告，將來仲會越嚟越多添啊！100% 嘅報告都講緊 Ivermectin 係有效嘅。用咗呢26個報告嚟去計 Ivermectin 係冇效嘅機會率呢，係6700萬分之一啊！越早期食用係越有效，估計咗可以減低87% 嘅效果。10個隨機對照試驗 100% 都話係有用啊！估計會減低74% 嘅效果。我哋可以將呢個冇費嘅治療分成4個階段：未接觸到嘅預防、接觸到之後嘅預防、早期治療、晚期治療。所有研究都證明咗 Ivermectin 係有效噶，仲要係越早食越有效添啊！喺多明尼亞共和國，即係喺美國下邊嘅其中一個島國，佢哋用咗 Ivermectin 嚟去治療2700個人，得1個死咗。仲有得16個係需要去入院。我可以保證大家，如果個個都用 Ivermectin 呢，死亡率一定大大減低啊！我哋揾到一個現實嘅例子喺秘魯，灰色就係未用 Ivermectin 之前，白色就係用咗 Ivermectin 之後。佢哋分開咗8個州份，藍色就係佢哋嘅武肺陽性新增，紅色就係佢哋嘅死亡數字。你會睇到喺大量用 Ivermectin 之後呢，佢哋就算有社區爆發，個死亡率都冇乜點增加。呢個圖表淨係計緊60歲以上嘅咋。下一頁我哋睇到，如果你係60歲以上中咗招嘅話呢，你有2成至3成機會死。喺大量用完 Ivermectin 之後呢，你差唔多有1成機會死。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話呢，可以去翻 FLCCC Alliance 嗰個網站去睇。以上說話只係翻譯翻 Dr. Corey 講嘅嘢，絕對唔係本人嘅醫學意見。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 Dr. Corey 佢上咗參議院去講嘢之後，即刻有2個主流媒體去攻擊佢。第一個係嚟自 New York Times 嘅，佢用嘅標題係 Elevating Fringe Theories， 即係抬高邊緣理論咁解。佢哋唔單止講到呢個係理論，即係冇證據嘅推測，佢哋仲話呢個係邊緣，即係旁門左道。Ron Johnson questions virus science。Ron Johnson 係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就係佢俾咗 Dr. Corey 上去參議院噶。紐約時報講到佢攞咗呢個參議院小組嚟去擴張呢個特朗普總統推行嘅極之可疑嘅理論同埋治療方式。首先我有追蹤開特朗普講過嘅嘢，佢係未試過提 Ivermectin 呢個字噶，同埋佢之前打嗰隻藥都唔係 Ivermectin， 佢之前推介嗰隻藥叫做 Hydroxychloroquine， 簡單可以叫佢做 HCQ， 淨係單2句已經知道佢喺度報緊假新聞。星期二喺佢個委員會之前，佢揀咗 a slate of doctors。slate 通常係形容小石板，即係講緊小貓3-4隻嘅醫生嚟去指證冇肺嘅治療方式。參議員 Ron Johnson 聚集咗 a cast of witnesses。cast 通常係講緊演員噶，即係講緊佢嘅證人係演員嚟噶。佢哋去挑戰病毒嘅公共衛生共識。我只可以講一直以嚟嘅公共衛生共識都係錯噶。之前又話唔會人傳人，而家就話會人傳人。之前話戴口罩冇用，而家又話戴口罩有用。之前又話唔係空氣傳染，而家又話空氣傳染。科學嘅存在就係用證據嚟去推翻之前嘅理論。有一班著名嘅疫苗懷疑論者講到出口去批評戴口罩同埋社交隔離，起碼有2個醫生去推行抗寄生蟲藥。我自己親自上過去 FLCCC Alliance 嘅網站，佢哋極之鼓勵戴口罩同埋社交隔離嘅。仲有佢哋唔係2個醫生，佢哋係10個著名醫生，加埋有多過2000個 peer review 研究報告。仲有佢哋並冇反對疫苗，只係指出疫苗對中咗招嘅人嚟講冇乜用啊。佢仲講到政府嘅科學家係極度反對用呢隻抗寄生蟲藥嚟去醫武漢肺炎噶。唔通政府嘅科學家會聰明過平時嘅科學家？科學唔係講邊個人講噶，科學係睇攞咩證據出嚟噶。依家如果你想推翻人哋嘅論點，你可以揾翻人哋嘅證據入邊嘅漏洞，或者你自己去做研究嚟去推翻人哋嘅結果。而呢啲政府嘅科學家一啲嘢都唔做，就話冇證據，唔夠證據，咩都睇唔到。阿叻上身。第2篇係嚟自 MSNBC 噶，個標題係 Ron Johnson 以一個嚴重誤導性嘅方式嚟去用佢嘅參議院平台。個報道講到參議員國土安全委員會明明可以用之前嗰幾個月嚟去做重要工作，畢竟呢個致命嘅瘟疫係國內威脅，花費咗參議院委員會嘅時間同精神。或者好似參議員 Mitch Romney 講咁樣，當佢形容到 Johnson 嘅其中一個邊緣證人，我覺得帶呢樣嘢嚟參議院好黐線咯。
但係既然 Johnson 好明顯唔想嚟，呢個參議員國土安全委員會聽到其中一個見證人嘅見證，佢最近同霍士新聞講呢個係已經確定咗嘅科學。社交隔離唔 work， 隔離唔 work， 口罩唔 work。事實上科學係證明咗相反咯。救命啊！呢啲簡直係老屈當秘笈。我睇到嗰啲醫生做演講嗰陣時都有戴口罩同埋社交隔離噶。仲要你睇唔睇到佢哋嘅報道呢？係成日用證人呢個字眼，完全疏忽咗佢哋係好有經驗嘅醫生嚟噶。仲有留唔留意到佢哋連個名都唔敢提啊？因為你一查 Dr. Corey 呢，你就知道佢係勁人嚟噶咯。仲有我要講呢個 Associated Press 嘅 fact checker， 佢哋出名係用嚟 fact check 特朗普嘅言論。佢個標題係冇證據 Ivermectin 係用嚟對抗武漢肺炎嘅神仙藥。個聲稱係呢隻抗寄生蟲藥 Ivermectin 係有神奇嘅效果，可以消滅武漢肺炎嘅傳播，同埋防止啲人中招。AP 評定呢個係假消息，冇證據 Ivermectin 係安全或者有效嘅武漢肺炎治療。單講安全呢樣嘢啦 ，Ivermectin 係20年嘅安全藥啦 ，WHO 認證嘅 Essential Medicine。事實係喺星期二嘅參議院聽證會，有一群醫生吹捧另類嘅武漢肺炎治療，包括 Ivermectin 同埋抗瘧疾藥品，係做 oxychloroquine。醫學專家好小心咁對抗呢兩種其中一種藥嚟去醫武漢肺炎。研究報告證明 HCQ 係對武漢肺炎冇任何益處，仲可能有好嚴重嘅副作用。冇證據證明 Ivermectin 對武漢肺炎有效。首先 Dr. Corey 喺聽證會冇提及 HCQ 任何嘅嘢。的確有研究證明 HCQ 喺晚期治療係冇乜用，或者過量使用都有副作用。不過呢兩隻藥都係超過10年嘅安全藥嚟㗎。HCQ 甚至係細路仔或者懷孕嘅都可以食添啊！呢篇起碼好啲，有提到 Dr. Corey 呢個名。不過佢哋唯一嘅理據就係以下 ：Dr. Amesh Aduja， 一個 Johns Hopkins 大學傳染病專家，佢話大多數嘅 Ivermectin 研究暫時嚟講都係趣聞嘅咋，呢啲研究都冇跟足點樣用 Ivermectin 嘅黃金標準㗎。我哋需要更加多嘅數據，先至可以講一個更加確定嘅治療方式。佢繼續話：我想睇到更加多嘅數據，我先可以推介俾我啲病人。基本上同我之前講嘅一樣，冇證據睇唔到。基本上佢哋想講嘅係，我哋要超級巨型嘅研究，先會當做係研究。講緊係差唔多1萬至2萬人。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研究一定要有政府資助，而政府又唔會資助，所以永遠都係咁兜圈。你信邊個你自己決定。印度已經大量寄呢個藥方俾中咗武漢肺炎嘅病人。喺印度呢個藥方可以用2個幾美金嚟買到。佢分開咗輕微病徵同嚴重病徵2個別類。首先佢有 Ivermectin 每日12 mg， 頭3日食用；Dioxycycline 抗生素每日100 mg， 頭5日食用；維他命 C 500 mg， 每日食用，連續10日；多種維他命每日食用，連續10日。維他命 D3 6萬 IU， 我第一次見到咁巨型嘅量啊！平時我買開淨係得1000 IU 嘅咋。不過我聽講食得太多唔緊要噶。仲有量心跳同埋量溫度。如果你喺嚴重類別嘅話呢，基本上個藥方係一模一樣噶，不過添加咗 Panadol 同埋另外一種抗生素，我諗係用嚟退燒用噶。咁你可能會問 Ivermectin 呢隻藥我點攞到啊？如果你喺阿根廷、澳洲、孟加拉、貝里斯、巴西、德國、多明尼亞共和國、危地馬拉、印度、意大利、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西班牙同埋美國，呢個網站 exstnc.com 可以話俾你聽邊個醫生同埋咩電話可以出呢隻藥。呢個並唔係醫療建議，只係資訊啫。如果你喺香港呢，可以試下問你自己嘅家庭醫生會唔會肯出呢隻藥俾你。我可以話俾你聽，呢隻藥係每間藥房都會有嘅藥嚟噶，不過要醫生紙先出到噶。好多人會問，咁有呢隻藥咪唔使打疫苗咯？打唔打疫苗呢？就你自己決定。我只會提供我所知嘅資訊。美國輝瑞疫苗打2次之後呢，有 95% 效率。輝瑞第3期嘅試驗，同行評審嘅報告結果係登咗喺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佢哋發現打第1至第2針嘅武漢肺炎疫苗呢，係 52% 功效。喺打咗疫苗嘅有39個中咗武漢肺炎，冇打嘅有82個中咗。7日之後打第2針，疫苗效率升到 95%。打疫苗嘅有8個人中咗，冇打嘅有162個個案中咗。安唔安全？
美國 CDC 公開咗數據，實行咗輝瑞第一針嘅5日之後，已經有 2.8% 人受到 health impact event， 即係代表唔能夠進行平常活動，返唔到工，需要醫生或者醫護人員照顧。Ivermectin 有效率 96.5%。我哋有4個發佈咗嘅研究講到 Ivermectin 預防嘅功效，加埋一齊有1149個高危人士食咗 Ivermectin， 其中只有21個中咗招，相對冇食 Ivermectin 嘅有668人，350個中招，俾到 Ivermectin 嘅功效有 96.5%， 仲超越咗輝瑞第2針嘅疫苗結果。以安全嘅角度嚟睇，喺4個 Ivermectin 嘅研究入邊，並冇報道到有任何不良健康事件。